哪无甲我讲，我做的纸你一直拢唔留的啊？不过廖春讲，全部拢有抹了掉啊。那是因为。 恁家囡仔献互恁。阿嫂，你敢一定要离开？珊珊今晚嘛真需要你呢。你叫伊啥？早都不是个大嫂啊！拢不要紧。我问你，珊珊做会怎的？先生，你看，这么水的纸，我本来是想讲哦。 只要我经过努力，我就会当变成完美、清清白白的纸。啊，毋过，你创啥呢？我自细汉就是高龄，头一届结婚，恁爸爸破病过身，即摆的后一个厝车祸过哦，我的家。 我的人生拢无啊！我外口的查某人拢甲我放杀，我都亲像这烂哥啊！今麦搁加一条血红。我知影你是安怎讲的，这就是我的命。我要这么水。 来对暖哥哥，这都是我。珊珊，你未来的人生嘛应该是安尼哦。所以你要面对现实，这都是咱的人生。有时阵我嘛在想，别怪嘛会怪你家己。 起笑你啊！你干嘛？你爸爸打到我的门，你不知影我有我唔敢问，我有我唔敢问。毁掉，才会当面对现实。我唔是我的命。 我一定会找到第三个查某人，第四个、第五个嘛不要紧。珊珊，你要坚强哦。阿母，阿母，阿母，你来叫我来管你。放开啦！我爱你啦！ 珊珊，你有要紧吗？来，你起来。阿纯啊，为什么开始？珊珊跟你一点关系都无。啉水。我问过阿公啊，伊讲你会用住遮，嘛会用住高场遐。其实你妈讲唔对一件代志，纸摸着水是会烂哥哥。 也毋过，只要摕出去晒日，晒干了后，都甲新的同款。珊珊，你答应高场，以后不管你做啥物代志，只要你快乐就好，知无？拢拆掉的物件，你搁留20年。 是安怎搁要带伫你的作品？因为你是抓个行动，迄阵富贵
本来是要带你去日本接受采访，所以你做的纸绝对袂用单调的。你做纸真用心，奉献好生命是上好的。阿干姐，咱是要去倒啦？400万的生意，唱了真清。才好，紧的啦。400万的生意，什么意思啊？